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嘛开始伊就任了后的头一个工作日，一透早7点半，蒋市长是延续着前市长郭文泰的惯例，甲副市长李树川等人来开早会，讨论包括大巨蛋、内湖的交通、甲跨年等等的议题，也毋过包括体育局长。 研考会主委甲副市长林奕华等等，拢还未就任，外界都质疑咯。这个重要的官员拢还未到任，恐惊会互市政来脱节。蒋市长是来回应讲，接落来会用市政的成绩，互大家来检验。 青浦小西装外套牛仔裤拍拍影，上任了后头一个工作日嘛，多是今仔日生日的台北市长蒋万安。一透早7点12就来到市府，7点30分和副市长和部分首长开新会，9点才透过市府公布系统，甲大家拍招呼。2点阁参加台北市议会第14届头一摆的成立大会。我是市长蒋万安，今天是我第一天与各位开始并肩作战的日子。 延续过市府的新会惯例，蒋万安头一天新会除了讨论大巨蛋内湖交通改善，嘛特别讲到跨年和台湾灯会。这一周我们至少都每一天召开晨会，7点半开始，强化跨区的协调。我想我们会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推动台北市政。 强调要有效率来推动市政，不过包括体育局长、研考会主委、还有副市长林奕华拢也未上任。外界质疑，除了市政可能出问题，还有没收补选的嫌疑。尊重他们原单位的这个相关程序的这个安排哦。体育局长我了解，其实1月他就会上任，接下来都会用市政的成绩来向大家。 说明也供大家来检验。不过蒋万安的内阁风波讲唔那安尼，议员嘛批评蒋万安捌承诺女性成员的比例爱增加到1/3，和目前的1/6有差。这个政见是蒋万安自己提的，国民党内部是不是应该要检讨一下女性的成员太少，或者是说蒋万安你一上任就跳票1/3女性比例当然是我们设定的目标，我们也会逐步的来达成。 提到首都了后，安怎创造城市公营？新官上任的蒋万安无伤济蜜月期，对即马开始就已经受到各界监督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